警方加強在抓詐騙、抓車手，這陣詐騙集團就調工安排轉軍落手，要讓警方更加歹抓到源頭。高雄的警方就抓到一個車手是一個工程師，查落發現講伊嘛是去互騙去的，是伊佇咧網絡交朋友，朋友叫伊倒收錢，結果就變做詐騙集團的車手。提醒大家，這詐騙唔那可能是騙錢，嘛有可能是要甲你利用。若是有人拜託你倒收錢、倒交貨，就愛警覺。警方來到嫌犯大的旅館，假設暗暝人做一開抓起來，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進前辦假投資詐騙案，查違法的金流的時，發現有烏道身份的姓李的帶頭的，甲境外機房接觸，收到受害者匯錢信息了後，用製造真濟砍斬的方式指揮下卡的人，一層一層收壓榨錢，防止水房紅查到。公園、空地還有旅館的偏僻處所，然後由共犯先承接以後，然後再由水房的成員裡面個別的去做這個相關的斷點承轉，大概通常是分4層斷點以後，才會再把錢進到水房。嫌犯真濟汽車紅茶口，其中有海啊、金啊，還有貴33的表啊。警方發動3個月查緝，抓到詐騙集團成員計共18個人，查到被害者有35人，損失的金額超過2000萬。全案依違反組織犯罪防治條例、洗錢防治法、刑法交通詐欺罪等罪嫌，移送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。高雄鳳山警方初3接到銀行通報假投資詐騙案，照線索偵辦的時，就發現來收錢的車手，伊也因為交朋友紅詐騙。李男本身是電腦工程師，卻也遭假交友詐騙啊！對方每天傳了 AI 美女照片噓寒問暖，再以代收貨款為由，誘騙他擔任車手。直到實習生的一句你有見過本人嗎？才讓他驚覺自己也成為詐騙被害人。工程師因為交朋友紅詐騙變做車手，警方表示假投資甲交朋友攏是常常看到的詐騙手法，提醒民眾若拄到網友要求代替收錢、現場交現金，也是講有利潤懸、風險低投資機會，一定愛較免切的，較免防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